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当恭喜咱邀请来的贵宾金光闪闪。哎呀，因为我们分别邀请到一位金曲歌王，一位金曲歌后。在思念时刻，只有是怨叹，也是对路在想，是会梦。真想是梦，将我放安安，想要吞你骨子，有时做。在思念时刻，只有是怨叹，也是对路在想，是会梦。真想是梦，将我放安安，想要吞你骨子，有时做。充满希望，温柔的在梦中也为人。梦中期待，茫茫我像是梦远吧。梦中情总是看一句句。我心疼，梦中的人，我也充满希望，温柔的在梦中也为人。梦中期待，茫茫我。像是梦远吧，梦中情总是看一真只予我心疼痛。欢迎秀兰玛雅黄文熙，欢迎，嗨，志豪、雅文，大家好。哎呦，好哎，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金曲歌王跟金曲歌后。哎呦，你金光闪闪，你敢看真吗呀的，？刚刚那首《梦中情梦》，哎，其实蛮难唱的哎。是，对，而且你们这次呢，演唱会有合作，对不对？也有唱这首歌。对，对，我想要来听一下你了解们两个人一下是不是合作的感觉如何？对他很帮忙啊，哎呦因为这首歌其实对他来讲，对很多男生来讲，其实是不好唱的歌曲。不好唱。因为唱这首歌叫做《梦中情梦》，这首歌很折磨，跟他讲啦，因为他要将就女生的 key，就将就我的 key，所以他的男生有一个音就超级低，超超级低的哦就是诶这样辛苦你了。哦，真的哎，对呀很低耶。对，嗯那个低音
非对啊常非常对男生来讲，真的对男生来讲，说实在话，那个虽然这个设计上音域比较偏低，其实黄文兴也是把它驾驭的非常好。你看他们两个的呈现呢，哎呦，演唱会我个人在现场。对，那个非常真的是感恩您来到光临大驾，真的是我是感恩去朝圣的，朝圣我看到这个歌王跟歌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那一种，哎，其实也是飙歌，那么也是呢一种合作新的一个意境，真的很好听。我们来聊一下谢谢那个天地好了，天地好，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次出专辑，对不对第一次然后就入围出专，辑然后就得奖。那你现在回顾一下这个《天地》这首歌，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其子实当初在唱这一首的时候，我是要很多想象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家嘛，还没有家庭。哦当初唱片公司有设定就是希望可以唱成是男版的 Gale 这样，嗯对，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其实要用很多想象力去驾驭这首歌。哦那但是现在经过多年以后，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嘛，有美满的所以家庭就是会比较。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比较好去驾驭它，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哦那种感受比较不一样，哦，嗯是不一样的角色，嗯不一样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再来唱时间空间。对，再来唱那首歌的时候，其实哎感情的层面也不同了。对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让我特别共掉哈，原来给邀请来歌王跟歌后，而且呢，歌后是我们金曲奖目前为止还是最高纪录保持人，哎呦，入围金曲奖几次？ 16次，哦，入围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肯定，当然因为3位当然都已经拿到讲座了，对我来说呢，这个是非常遥远的一个成就，加油！我真的很能够体会，如果有朝一日，假如我也能入围，我都觉得非常的荣幸。何况你连续入围这么多次，对，其实一定会有一些歌呢，你会觉得说，哎，我刚刚好记得哦。胜算很高，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可是呢，为什么最后他这中箭落马，好像对呀，很可惜、很扼腕的？有没有这样的歌？有，就是在我第一次没有入围金曲奖之后的隔年出的那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哪一首？ 《天顶星》。地丁青，对对对，因为在做那一张的时候就战战兢兢的，嗯然后出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天顶星》，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做的很生活化，哎，贴近人心。比方说失恋的时候，一定是都会很能够揣摩这首歌的感觉。是那甚至有歌迷就是说，他可以就是听到这首歌都想到他过世的妈妈，哦，就是特别有很贴近共鸣生活，所以就是非常有共鸣。是，所以对这首歌你觉得你信心满满，可是他对最后却呢只入围没得奖因为听过的人都说好听啊，啊，所以就真的觉得啊，怎么还是没得很奖？可惜。可是歌好听，对啊大家就是都会流传啊。对对啦，嗯今天呢，两位节目最后要不要再带各自一首好听的歌曲献给我们节目？好啊，那我就带来这首很扼腕、这种很可惜这首《天顶星》。都被秋天定期哦，嘿体定好星好好诶，那文心哥呢？那我带来的就是这首是我的幸运歌曲，就是是《天地》。好的，这位连续秀两首好听的歌曲。斗阵已经渐渐白，也是悄悄讲咱一切无问题。你是我的天，藏在心内底，毋捌对你讲过。吵闹大声拢是假，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你是我的地，感谢每项陪伴为我抱白白。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我你牺牲遐尼多，虽然你不捌后悔，过去风浪我的良心行过。天地是咱的一个
胜过一切，今生今世，认真打拼天地。头鬃已经渐渐白，也是悄悄讲咱一切无问题。你是我的天，藏在心内底，不捌对你讲过。吵闹大声拢是假，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你是我的地，感谢每项陪伴为我抱白白。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我你牺牲遐尼多，虽然你不捌后悔，过去风浪我。就是行过，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你路坎坷也着过，感谢你胜过一切，今生今世，认真打拼天是